高雄的大树区有一个面积21公顷的光电案，当地民众一直在抗议，嘛认为讲是严重破坏生态。所以高雄市政府已经反映真侪介入，嘛撤销水保的许可。另外，署方嘛已经废止施工的许可。也毋过，环团是呼吁讲哦，毋若爱针对个案，政府嘛应该爱做全面的检讨。本来拢是树仔的山坡地，互人错了了，光野野。有一个所在已经采光电棒，伫高雄大树的火山光电案场，面积21.8公顷，分2期开发。因过业者伫咧无核准的范围也大量开发，高雄市政府已经终止2期的开发。因过环保团体认为，袂当即个来检讨个案。大量的破坏山坡地的那个地景，然后在不可开发区里面直接铲平树林，它应该就是要直接取消。环团讲，特别型光电案争议真多，发展力量所破坏环境。这件案件伫咧环评会修法进程申请，超过15公顷，依然是免环评，要求能源署全面盘点设伫咧山坡地光电案，就要推扫监督查核处罚退场机制法制化，经所在文艺破坏环境。大面积的光电厂放置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区域，其实是非常不当、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做法。基本上，它就是一个漂绿的黑色能源而已。能源署讲，即马伫咧山坡地光电开发案有2件完工，2件抑个伫咧施工。一下大树火山案，高雄市政府已经甲2期开发案的水保计划停来，能源署也取消施工许可。我们的施工许可就是就那个水土保持2期的范围去做施工许可的一个修正跟废止啊。不过对已经完工的第1期，能源署讲，业者确实伫咧未当开发的范围采光电棒，已经要求因拆掉，并且裁罚150万。对这种违规的行为，是不是已经达到会当要求因退场的严重程度？能源署并无正面回应，只敢来讲，这嘛是依法裁罚，并且要求业者将无合法的光电棒拆掉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